為博外傭手中票，港人利益都不要。網民組織愛護香港力量喺網上發起反對外傭居港權全港市民保家園821遊行，遊行人士12點半喺維園道遊樂場集合，唔少網民帶同各種示威標語。網民仲準備咗2條大布，寫住反對外傭居港權，全港市民保家園，仲放喺現場俾市民簽名支持。連維園阿伯都嚟撐場。以後未下去看根，等我好友啦！公民黨啊，係賣國賊嚟㗎。我哋唔係歧視任何嘅外傭，係啦，我哋只係為咗保障翻香港人嘅核心價值同埋民生價值嘅。佢哋解放軍或者係各領事館嘅工作人員要咁樣做，我哋都一樣會反對咯。即係我覺得佢哋係應該要尊重香港嘅入境條例。我哋一定係要保護嘅呢個關卡第一關。我唔理佢話事後有幾多人申請，或者係要過幾多關，我覺得呢個唔係問題。問題你點解我哋呢班市民會自動自覺咁組織起嚟呢？先係值得我哋比較證明香港仲有一班市民呢對特區政府呢仲係懷着一種比較支持啊同擁戴佢嘅情形，希望佢施政嘅過程呢繼續都係能夠順暢執行嘅。但係無奈就受到一班支持外傭嘅80後踩場，搞到警方好緊張。警方需要用到鐵馬分開2班人，班80後多次衝擊，情況一度混亂。由於呢一班80後嘅行動並冇獲得警方嘅批准，警方喺警告之下就將班80後逐一抬走。由於呢個遊行喺舉行之前未有按照法例第245章公安條例第13條嘅規定通知警務處處長，因此呢個遊行係未經批准嘅集結，希望大家留意。受到80後嘅非法衝擊，遊行隊伍喺集合嘅時期被分隔2處，幾百名到場嘅遊行人士喺維多利亞泳池側邊入唔到去集合嘅地點，非法衝擊令到遊行時間被迫押後1個鐘。大約500名遊行人士最後由維園道公園出發，經過維園道同埋電氣道，去到公民黨總部。沿途遊行人士大叫口號。遊行人士去到電氣道公園停留嘅期間，有2個支持外傭嘅人潛入咗人群，引起人群嘅起哄，最後喺警方嘅協助之下被帶離場。愛護香港力量遊行召集人黃先生喺公園入邊宣讀遊行宣言，指責公民黨損害港人利益。憑我哋嘅烏合之眾，少得可憐嘅人力物力，都能夠收集數以萬計市民嘅簽名。大家睇下，呢啲就係民意嚟㗎啦！身為香港嘅政黨，但唔係香港人嘅利益為依歸，反而多次倒行逆施。我哋而家嚴正聲明俾公民黨聽，香港人係唔會認同呢種破壞民生，只會爭取你哋所謂民主嘅無恥理念。之後一班愛護香港力量嘅網民代表去到屈臣道公民黨總部，公民黨大門鎖住咗，冇派人出嚟接信。網民代表留咗2隻烏龜、19隻龜蛋、4個插住香嘅蘋果，同埋示威手舉牌之後和平離去。